I've got a bit of a sore throat today. 我今天有点嗓子疼。嗓子疼呢，英文是 sore throat。sore 指酸痛、发炎或者持续的不适感。如果头疼呢，就不能说 sore head， 而是 headache。ache 是持续的、隐隐的疼，但不是刺痛。比如说 toothache 牙痛， backache 背痛。那么刺痛该怎么说呢？如果是像火烧一样的灼痛，可以用 burn。如果是被蜜蜂蛰了那样的刺痛呢，可以用 sting。如果是随着脉搏一跳一跳的疼呢，叫 throb。还有一种疼啊，就是一按就疼，局部敏感，但不是特别剧烈，叫 tender。不管是哪种疼，带给你的都是 pain。也就是说呢 ，pain 是对疼痛这个概念的抽象的描述。还有一个特别常用的表示疼痛的词，那就是 hurt。hurt 名词用的不多，而且呢，常常指情感上的伤害。hurt 在日常英语里啊，更多的用作动词，表示弄疼。比如说 it hurts， 那儿疼哎。学会区分这些词，你表达疼的方式就会更加精准，更加地道。